继续来看中国的抽沙船，搁甲咱食过界，来咱遮偷采沙石，甚至冲浪攻击咱的海巡队。最后也是去互马祖的海巡队强势来逮捕，而且伫咧船顶发现有藏致麻制品，防疫所是紧急来消毒。这已经是马祖的海巡队今年第4届掠到中国的抽沙船违法来偷采。该船持续照样对我方实施攻击。头前这台中国籍抽沙船调工左应攻击海巡队员，马祖海巡的船舰无得惊，继续加用。抽沙船唔肯停船，搁弄海巡的船舰。海巡人员找机会跳起哩抽沙船。这就是中国籍近代968号抽沙船偷采沙石啊！抽沙船的抽沙管还在海底下，还在船底下进行作业。海巡队爬起哩船顶掠人，搁伫船顶冷冻库发现致麻制品，赶紧派防疫所人员上船消毒。中国籍的抽沙船有几摆偷采台湾海域的沙石啊，严重破坏生态环境。二是平壤海巡队才掠到另外一批偷采海沙的船，而8名中国籍的船员被收押，重罚500万块。想袂到才过3天尔，马祖海巡队又搁发现中国船只偷采200吨的沙石啊，船顶所有船员拢总掠转去问。